和你做兄弟這麼久，我似乎好像從來沒有見過你和任何一個女人上過床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樣，我是一個有原則的人。這男女之間啊，一切沒有感情的性愛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再說了，跟那些女孩子有什麼好玩的？我覺得跟兄弟在一塊兒才是最開心的。是嗎？來，喝一個。喝一個。喝一個嘛。姐，我有點上頭。讓我先去吐一會兒。哇，沒喝就上頭。古稀城啊，古稀城！等到所有人都認為你是一個彎的，看你還怎麼出去玩！跟我鬥！哎呀，若，晚上怎麼安排啊？今天本大爺有事兒。行，你忙。猛力，晚上出來陪哥喝酒啊！哥，晚上不行啊。你能有什麼事兒啊？我晚上我那個親戚要來我家呀。好，行，你們都忙。他們人呢？我特地讓他們晚點來。難道顧少是想單獨跟我待一會兒？有這麼點意思。要不這樣，老跟他們玩有什麼意思呀？不如今天晚上我們換個別的地方，相互的了解一下，好嗎？安娜，兩情若在長久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？顧大少爺，我認識你的時間可不短了吧？這要是換